南校音乐季10年前自安平开唱了后，开始蔓延到府城各个街区举办。今年轮到了高石街、信义街举办，而且活动的经费是由街区的商家以及校卖自筹，完全无申请政府补助，阁会当办了这么成功，是相当的难得。这届南校吼，应该讲是第10档第9届，这个南校是为安平开始的嘛，今仔日真欢喜，讲会当伫咧咱这个甕城脚来举办，因为咱甕城脚甲安平的这个恩怨情仇，伫咧155当前就有这个歌加伫的，所以讲今仔日伫遮来举办，等于是一个大和解，南校是由咱这个台南地方自发性的一个活动，完全拢是家己主办，无摕公部门任何的补助啦我这点这是属算互咱较骄傲的代志啦而这届演出阵容嘛相当有看头。率先拍头阵的是刘静文老师的木雕秀，接续落来，还有能胜兴乐团，还有高义念歌团、巴德利乐团以及面包车乐团来接力表演。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刘静文老师现场来刻一只虎牙都有这个能胜兴乐团这有哪拢咱在地的乐团带落来是这个高义念歌团由罗世哲来带一个高义念歌团，带落来有一个台湾甲日本合作的乐团叫做巴德利乐团当然这压轴不免俗，这就是咱这个面包车咱小黑老师所领衔的这个面包车乐团今年真精彩，明年会更精彩。随着音乐摇摆，现场徛咧听、坐咧听，甚至阁有徛伫咧鼓声顶面听歌的歌迷，可能就是这款自由随性的风格，吸引不少歌迷特当参加。西高肯客厅厅长蔡宗生也有过明年的活动会更加精彩，请大家期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